Hello，大家好，歡迎返嚟乜乜 channel 嘅今日讀乜書。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問題？點解有啲人每日返工都好似行屍走肉咁，但有啲人明明做緊同樣嘅嘢，卻可以每日都充滿火花，好有成就感？係咪純粹因為人工高，定係佢哋好彩係到份筍工喎？其實分別唔在於佢哋賺幾多錢，而在於佢哋知唔知自己點解要咁做。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改變咗全球無數領袖同創業者思維嘅實操神作，就係由塞門開、西奈克、Simon Sinek、大衛與米德、David Mead 同彼得柯杜克 Peter Drucker 合著嘅《找到你的為什麼》（Find Your Why）。如果你聽過 Simon 之前講過嘅黃金圈理論，你可能已經知道先問為什麼好重要。但係問題嚟啦，究竟點樣先可以捱到嗰個為什麼呢？呢本書就係為咗解答呢個問題而寫嘅實戰手冊。作者相信成就感唔係少數幸運兒嘅專利，而係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嘅嘢。喺我哋深入拆解步驟之前，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錢係咪你嘅為什麼？好多人會話，梗係啦，唔通我為興趣咩？但係作者喺書入面好肯定咁話，錢只不過係結果，唔係動機。真正嘅 why 係一種深植於心嘅目標、動機或者信念，係你每日早上起身嘅真正動力。等我講個故事俾大家聽，你就會明。書入面提到一個叫史蒂夫 Steve 嘅人，佢喺瑞典一間公司賣咗23年鋼鐵。如果你問佢做緊咩喎，佢會同你講佢賣緊一種好精純嘅輕量鋼鐵，可以令機械運作更有效率。聽落係咪好悶？彼得喺飛機上面遇到史蒂夫嘅時候，就係咁樣問佢。所以呢，So what？史蒂夫一開始都答唔出，但彼得不斷推佢，問佢點解你可以喺呢行做23年仲咁有熱情？最後史蒂夫對眼發晒光咁講，佢真正嘅信念係要為下一代保護地球環境而推廣呢種鋼鐵，可以減少能源消耗同污染，係佢履行呢份責任嘅方法。你睇，當史蒂夫將賣鋼鐵同保護地球聯繫埋一齊嗰陣，佢就到咗佢嘅為什麼，而鋼鐵只不過係佢實踐信念嘅工具。咁我哋一般人，甚至係一個團隊，點樣可以好似史蒂夫咁到自己嘅 why 呢？作者提出咗一個核心工具，叫做黃金圈 （The Golden Circle）。最外層係做什麼 （What），即係你嘅產品或服務；中間係怎麼做 （How），即係你嘅獨特賣點；而最核心就係為什麼 （Why），即係你嘅信念。大部分人嘅溝通係由外向內，即係講完做咩，再講點做。但感召人心嘅領袖係由內向外講。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又會問：呢啲嘢係咪純粹係心理學或者行銷手法？唔係喎，呢個理論其實係完全對應人類大腦嘅生理結構。黃金圈嘅做什麼對應我哋大腦嘅新皮質，負責理性分析同語言；而為什麼同怎麼做就對應元腦，負責所有嘅情感、信任、忠誠，仲有最重要嘅行為決策。但元腦係冇語言功能嘅。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有啲決定我哋會覺得直覺上好啱，但係又解釋唔到點解作者嘅目的就係要幫我哋用語言將呢啲感覺講出嚟。咁具體應該點樣做呢？如果你係想個人嘅為什麼，記住一個關鍵，你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喎。點解？因為當局者迷，你需要一個搭檔做你嘅觀察者，幫你聽出故事入面嘅主題。第一步係搜集故事。你要回想人生入面至少10個對你有重大影響嘅具體回憶，記住唔好講埋啲大道理，要講細節。例如我同爺爺感情好好就唔合格。我9歲嗰年耶誕節，同性格怪癖嘅爺爺坐喺梳化度，佢令我覺得原來做個怪咖都可以好有信心。呢啲先係有感情有細節嘅故事。作者喺書入面講咗一個叫陶德Todd 嘅例子。陶德曾經因為嗑藥酗酒，失去咗籃球獎學金，人生跌入低谷。佢分享咗一個故事。有一日佢收工開車返屋企，見到個小女孩賣檸檬水，佢有一股衝動掉頭，將身上所有散紙大約40美金俾晒嗰個女仔，睇住個女仔對眼發晒光咁跑返入屋。陶德喺車入面大喊一場。點解呢個小故事咁重要？因為透過呢個故事，搭檔幫陶德各出咗一個主題，佢好想點亮他人對自身潛力嘅想象，令對方覺得自己存在係有意義嘅。
呢個就係陶德嘅 Why 嘅雛形。當你攞到咗呢啲主題之後，下一步就係寫下宣言。作者提供咗一個標準格式，我想做咩貢獻，這樣會有咩影響。例如 Simon Sinek 本人嘅 Why 就係我想激勵別人去做感召他們的事，這樣一來，所有人一起就會改變這個世界。講完個人，如果係一個團隊 tribe 又應該點樣呢？作者話團隊係一群因為共同價值觀而聚集嘅人，佢哋提出咗一個好正嘅概念，叫做中層的為什麼 （nested whys），即係話成間大公司有一個大嘅 why，但係每個小部門都可以有自己獨特嘅 why 去支持嗰個大願景。就好似一棵樹，樹幹係公司嘅 why，而每一支丫都有自己嘅鳥巢，每個鳥巢都有自己嘅 why。彼得喺書入面分享咗佢協助咖啡機公司 La Marzocco 探索 Why 嘅過程。La Marzocco 係一間手工打造咖啡機嘅公司，佢哋嘅職人對每一個零件都好自豪。但係整靚部咖啡機只係 What？ 透過團隊工作坊，佢哋分享咗好多故事，例如贊助攝影展去連結坦尚尼亞嘅咖啡農，或者邀請競爭對手一齊交流。最後，團隊成員得出咗一個結論。佢哋真正嘅使命係培養人與人的感情，讓彼此的生命更加豐富。咖啡機只係佢哋達成呢個使命嘅工具。當團隊成員一致認同呢個 why 之後，大家嘅凝聚力會變到好強。咁如果感到咗為什麼，係咪就大功告成？唔係喎，你仲要當出你嘅怎麼做喎 how。如果 why 係目標，how 就係你嘅強項，係你實踐 why 嘅行動準則。例如 Simon 嘅 How， 其中一項係簡單最好，所以佢寫書演講都會用最簡單嘅語言，令10歲細路都聽得明。點解 How 咁重要？因為 How 就係你嘅決策過濾器。當有一個新嘅合作機會海你，或者你要請人，你可以問呢個人話呢件事符唔符合我嘅 How？ 作者提醒我哋，好多公司掛喺牆上面嘅誠實正直只係名詞，唔係 how，真正嘅 how 要係動詞，例如永遠說實話，咁員工先至識得點樣去執行。書入面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觀念，成就感 fulfillment 同快樂 happiness 嘅分別。快樂係短暫嘅，例如買咗部新 iPhone 或者攞到獎金，呢啲係多巴胺嘅刺激，但成就感係深沉且持久嘅，係當你覺得自己嘅工作對某樣超越個人嘅事物有貢獻嘅時候，先會產生嘅感覺。作者最後語重心長咁講，最歪只係起點，最難嘅係要活出為什麼。當一個組織變大，好容易會忘記初衷，呢個就係所謂嘅岔路 the split。當大家開始只係追求數據同盈利 what， 而忘記咗點解要開始 why 嗰陣，信任同熱情就會瓦解。咁我哋點樣可以保持熱情？作者話最有效嘅方法就係說故事，透過分享嗰啲體現 why 嘅真實故事，我哋可以不斷強化大家嘅共識。就好似西南航空 Southwest Airlines 嘅機長見到空服員忙緊貼行李標籤，會主動幫手搬行李。呢個簡單嘅動作就體現咗佢哋以人為先、關懷員工嘅 why。所以無論你而家係一名學生、員工定係一個團隊嘅領導者，請記住呢句話。大家買嘅唔係你做咩 what， 而係你點解要做 why。由今日開始，唔好再盲目努力，先翻去你嘅過去，翻嗰啲令你自豪嘅故事，淘出嗰粒屬於你嘅金沙，大聲講出你嘅願景，先有可能付諸行動。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啟發到你，或者幫到你倒少少頭水，記得 share 俾你身邊嗰啲每日翻工都好似好頹嘅朋友，一齊翻嗰份失落咗嘅成就感。我哋下次再見。